脚打上劲儿的鳗鱼肉，一抓，一投，一挤，一咬，时间看似过去很久，却在这一秒，和几百公里外的福州产生了遥远的呼应。像鱼丸啊，这个是不见做法。鱼丸里面还有馅儿，你看这个像汤圆一样的这个。此时，柴火褪去爆裂的一面，火力向温和转换。等我鱼丸做好，它炉子也可以好了。精准的计算可以把水温保持在鱼丸中艾的阶段。最好的鱼丸技艺，在舟山遇到了最好的鱼。同样是鳗鱼，我们这里的鱼特别好吃。光看画面，你很难想象，这是一位年近90岁老人的刀法。批鳗的时候铺得很快的，手法很好的。被剔掉的鳗鱼皮不会被浪费，鳗鱼皮裹上大姜粒和红薯粉，在小火中浸熟，就是源自福州的小吃鳗干。鳗干需要更加精准的火力掌控，欠一分发腥，过一分会老，这是老店才会保留的经典味道。